为着要让民众了解讲，这农业呢，毋是干那生产粮食尔，嘛有这守护土地甲传承文化的精神。所以新港文教基金会是甲这画图比赛的作品，配合着新港农会摄影比赛的作品，做伙来举办一个农村的展览。一张一张的相片记录农民做事的生活，囡仔嘛用画笔来画因对家乡生活的感受。新港文教基金会甲新港农会用一张树仔、一亩田做主题，举办农村美展，要来展现新港在地农业生活。在地的咱的所种的这个菜啊，还是这个蔬菜，大家拢安尼老倌啊一寡阿伯啊这老农民呢，因为伫这个生产这个农产品的过程呢。新港农会表示，农业除了生产食物以外，嘛有守护土地、传承文化的精神，用田甲树仔做主题，互在地乡亲甲囡仔为产业甲生活角度来表现因心目中所看到的新港。特别在风灾之后，小朋友表现出一种就是家园重建，或者是他能够在爸爸妈妈、在学校老师、校长的引导之下，他所知道的、他所认识的新港。咱去庄脚看卖啊咧，看咱庄脚的风景、四季的变化，应该拢足侪无共的，所以值得咱家记录落来，互伊新港会愈来愈水，愈来愈有人发现新港。基金会指出，这届展览当中，头摆将农会翕相比赛得奖的相片，结合囡仔画图的作品来绍介新港，希望透过囡仔的画甲相机的相片，毋但记录新港的农业文化，嘛互大家来了解庄脚的自然生活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